好，来继续来到嘉义的水上乡，有一间面体的冻土场，因为去年做风台倒去，这届佫拄到大雨，所以大量的土石流冲入去面体，居民是真不满。讲这个冻土场倒去已经过1年，政府拢无处理，恐惊未来会有更加严重的灾情。小心哦，小心，很黏哦。 民众两支脚掉伫咧土石流内底，行一步就拢爱出力。进入看这个所在，就伫咧厝内。这么深，30几公分了，快40公分了。土石流的管道淹过脚目，嘉义县水上乡柳新村真侪民众规工面有面结，因为这栋厝的地基冻土壁落落，土石流入来到后壁第四期的旧社区。从上面这样子倒塌以后，土每一次的崩落。 每一次的崩落，我们每一次听，我们无家可归。民众无用摒扫厝内，不过前一暝因为雨落愈大，状况更加严重。去年的台风啊，我们这里淹水啊，然后它就破一个洞，整个泥土宣泄来。可是原来没有这么严重。好，开始下大雨的时候，整个泥土都宣泄下来。你看这个后塔都厚达10几公分呢。阮这边将近要到15间的居民，烦恼讲挡土墙崩落。 将我甲阮缀倒落来。有住户讲，早就伫咧去年开始风台扫来，后壁的徛家厝冻土壁都已经有问题，不过过1年煞拢无人处理。这一遍拄到丹那式风台外围环流，加上西南气流，小连续落几哪天的大雨，互土石流拢冲入来人到厝内。住户惊灾情会搁再分化，拢希望各界会当甲因斗相共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